大家睇到今日嘅黃仁勳身家超過1000億美元，帶領住市值超過3兆億美金嘅 NVIDIA 晶片帝國喺全球呼風喚雨。但係你知唔知呢位晶片之王喺30幾年前其實只係一個 Dennis 餐廳洗碗抹地嘅侍應仔？黃仁勳自己成日有句說話，我只係一個超級普通嘅普通人。可能聽落去好謙卑，但睇完佢成個人生傳奇，你會發覺其實佢真係冇吹水。今日呢條片唔單止要講佢點樣發達，更重要嘅係我哋要一齊拆解黃仁勳嘅5個生存智慧同人生哲理。呢5件事絕對可以幫你喺人生或者職場遇到困難嘅時候置諸死地而後生。第一件事，喺最低層嘅泥濘裏面練出鐵一般嘅紀律。我哋首先將時間倒流返去1973年，當時只有10歲嘅黃仁勳，因為泰國政局動盪，俾爸爸送咗去美國投靠親戚，而親戚喺陰差陽錯底下，將佢同哥哥送咗去肯塔基州嘅一間寄宿學校。呢一間學校名義上係中學，但係實際上係一間專收容頑劣青年、不良少年嘅少年感化學校。黃仁勳一入到去就見到滿地煙頭，個個同學都有把折刀，因為佢喺學校係唯一一個亞裔細路，英文又差，自然就成為咗成班惡霸最中意恰嘅對象。當時佢每日返學都要行經一條搖搖欲墜嘅吊橋，嗰一班惡霸最中意埋伏喺吊橋嘅兩端，等黃仁勳行到中間嘅時候，佢哋就會用力搖嗰條繩，務求將佢搖落去河流入邊。如果你好似黃仁勳咁樣遇到呢啲事情嘅時候，你哋會點做啊？會唔會日日打電話返屋企，或者情願唔返學？但係黃仁勳冇因為遇到呢一啲嘅事情而選擇逃避，佢仲展現出超乎常人嘅生存智慧，繼續每日去返學。而校方就安排咗黃仁勳同一名17歲全身刀疤嘅校園惡霸同一間房。呢個惡霸雖然係好打得，但係原來係一個文盲。10歲嘅黃仁勳冇排除佢呢一個問題，反而仲同佢達成咗一個雙贏嘅交易，就係黃仁勳教佢識字讀書，而惡霸就教佢做掌上壓健身。就係因為呢件事，佢同呢個同房就熟絡咗。黃仁勳唔單止喺學校得到保護，呢個惡霸教佢嘅掌上壓仲養成咗佢一個習慣，就係每日瞓嘅時候，佢一定會做100下嘅掌上壓。而到咗佢今年嘅60歲，佢仲依然堅持呢一個100下掌上壓嘅習慣。到咗暑假嘅時候，其他同學去咗玩，黃仁勳就要留喺學校洗廁所、掃地、剪草。但係佢從來都唔覺得呢一啲係懲罰或者係屈辱，反而佢喺呢一啲基層嘅工作學識咗，努力嘅工作係會有價值。喺第一件事當中，黃仁勳教咗我哋，就係當你身處最劣勢嘅環境裏面，我哋就唔好抱怨，主動同環境入面嘅阻力做交易，喺泥濘入邊練出你鋼鐵般嘅自我紀律。第二件事，將極致專注變成超能力，喺混亂中慢落嚟。Danny 係一間美國好出名嘅平民餐廳，黃仁勳喺嗰度由洗碗做起，慢慢做到侍應生。大家有冇去過最繁忙時間嘅茶餐廳或者洗餐廳啊？廚房催單，客人投訴，嘢食倒瀉，成個場嘈到好似一個戰場咁樣。
但係黃仁勳就話佢反而好中意呢種極端混亂嘅情況。佢就係發現喺逆境嘅時候，佢嘅腦袋就會特別醒目。當呢個世界就快崩潰嘅時候，佢嘅心跳反而會變得慢起嚟。黃仁勳教我哋第二件事，就係喺混亂或者係一啲壓力大嘅時候，反而要學會將心跳慢慢慢落嚟。而就係呢一種特質，就成為佢日後創業解決無數難題嘅成功本質。第三件事，勇於一睹生死嘅膽識。好多人創業求穩定，但係黃仁勳話喺晶片嘅行業裏面，你唔敢冒險先至係最大嘅風險。NVIDIA 喺1993年創立嘅時候，其實非常之差。佢哋喺一個舊嘅購物中心租咗一間破爛嘅辦公室。佢哋第一款嘅晶片 NV1，因為用咗非主流嘅技術，結果市場完全冇反應，銷量更加好慘淡。公司嘅資金幾乎用完，更面臨破產。當時 NVIDIA 總共有100幾十個員工，黃仁勳被逼要狠下心腸，一口氣將公司裁員到剩返35個人。喺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鍵，一般嘅 CEO 可能會想盡辦法求穩健，做少少外包，或者係揾一啲金主嚟接濟。但係黃仁勳佢就一意孤行，竟然做出咗半導體史上最瘋狂、最震撼嘅一次人生豪賭。當時日本 Senga 公司本來委託佢哋開發 NV2 嘅晶片，並且答應收到原型之後會支付100萬美元。但係黃仁勳喺呢個時候發現，原來市場已經轉向用微軟嘅 DirectX 做標準。如果繼續開發 NV2 嘅話，只係會死路一條。呢個時候佢決定去揾 Senga 嘅社長，並好真誠咁樣同佢講：我哋決定唔幫你做 NV2 啦，因為我哋要投誠向微軟。但係我哋而家遇到好大嘅困難，如果你唔俾嗰100萬美金我哋聽日就會破產啦。之後神奇嘅事就發生咗啦，Senga 公司居然真係借咗呢一筆100萬嘅分手費俾佢哋。黃仁勳之後拎住呢筆救命嘅錢，做咗一件冇人夠膽做嘅事，佢就係將所有錢嚟買一部硬體模擬器。其實喺半導體嘅行業裏面，晶片一定要做咗實體產品嘅原型測試，確保冇任何錯漏先可以量產。但係其實做實體原型係極度燒錢又耗用時間，所以黃仁勳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直接用呢部模擬器進行虛擬測試，然後就直接交俾廠進行最終生產。如果晶片入面數百萬個電氣晶體有任何一個出錯，NVIDIA 呢刻就會立即玩完。到最後結果，佢賭贏咗。呢一款模擬器上測試出嚟嘅 NV3，即係 Riva 128嘅顯示卡，一炮而紅，4個月內賣出咗100萬張，喺地獄邊緣拯救咗 NVIDIA。可能黃仁勳天生係有鋪豪賭癮，後嚟佢做咗另一次驚天嘅豪賭。喺2006年，佢推出咗 CUDA 運算平台，將遊戲嘅顯示卡變成超級電腦。因為研發 CUDA 成本極高，會令到公司利潤大跌，股價暴瀉，投資者不停逼佢放棄。甚至激進到投資人想聯手炒佢魷魚，但係黃仁勳頂住呢股嘅壓力，堅持咗足足10幾年，直到咗2012年，原來用 CUDA 跑網絡神經快到真係超乎想象。呢個時候 NVIDIA 先至一飛沖天，得到全世界嘅認同。所以黃仁勳教我哋第三件事就係
人生有時會將你逼入一個死胡同。當常規嘅道路已經注定失敗嘅時候，你必須有勇氣一睹生死。第四件事，永遠保持危機感。公司再過30日就要倒閉。如果你今日喺 NVIDIA 返工，你每日都會感受到一種極強烈嘅危機感。無論今年公司賺到幾多個百億，股票升到有幾高，黃仁勳喺每次開員工大會嘅時候，佢第一句說話永遠都係：我哋嘅公司再過多30日就要倒閉。佢甚至乎會同員工講，當下永遠都係1993年。其實1993年就係佢哋面臨倒閉、斷水斷糧嘅一個年份。點解一個萬億帝國嘅掌舵人要每日咁樣折磨佢自己同埋員工？因為佢睇到太多同行嘅科技巨頭點樣喺安逸之中慢慢咁樣死去。以前佢服務過嘅公司喺工作站喺巨頭嘅位置，但係就係一個一個咁樣走去衰落破產。就係有呢份危機感，黃仁勳創立咗一個叫做光速排程法。乜嘢叫做光速排程法？如果做預算嘅時候，一般我哋都係會以現有嘅人力物力去計算呢個項目要做幾耐或者使幾多錢。但係喺黃仁勳嘅思維底下就完全相反，佢會要求管理者假設一個問題。就係喺我哋有無限預算、一切順利、冇任何阻礙之下，邊一件事可以最快做完？其中就有一件事就係用咗呢個光速排程法。當陣時台積電嘅下游封裝廠一般交貨嘅時間係需要3個星期，但係黃仁勳就覺得太慢啦。而當陣時 NVIDIA 嘅營運副總裁肖佳斯特都親自飛去台灣研究封裝廠嘅問題，結果就發現，如果只係計算實際將晶片將入外殼嘅純工時，只係需要36個鐘頭，其餘嘅時間其實全部都係浪費喺一啲等待、排隊同埋一啲行程上面嘅流程。所以一旦睇清楚呢一個物理嘅極限，佢哋就開始壓縮流程，由原本3個嘅星期就縮短到13日嘅工作時間。黃仁勳教我哋第4件事：安逸係毀滅嘅開始。無論你今日取得幾大嘅成績，都要保持再過30天就要倒閉嘅呢個危機感。當你規劃工作效率嘅時候，唔好經常性俾一啲常規綁死自己，試下用光速排程法，以物理極限為標準反向規劃，你就會發現好多看似不可能嘅事，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巨大嘅壓縮空間。第5件事，對事極度嚴厲，對人極度溫柔。睇完黃仁勳喺工作上面嘅嚴謹態度，其實黃仁勳係點樣對待佢身邊嘅人呢？呢一點最值得我哋去學習佢嘅做人態度。如果你問 NVIDIA 嘅老員工，黃仁勳係唔係一個好脾氣嘅老細啊？我相信10個有9個都會擰頭，甚至會同你講，佢發起火上嚟簡直係魔鬼。佢好中意喺公開嘅場合當眾斥責員工，如果有一個項目搞彎咗，佢就會叫嗰個負責人過嚟，喺每一個主管面前去解釋翻點解出錯，交代每一個細節。有一次，有一個員工犯咗啲低級嘅錯誤，黃仁勳就當眾計佢入職以來賺咗幾多錢，要佢將所有嘅人工嘔翻晒出嚟，鬧到呢個員工足足有3個星期都瞓唔着。黃仁勳自己都坦白過，佢嘅驅動力好大部分係來自一啲嘅罪疚感。佢成日都會覺得佢唔可以辜負客人，更加唔可以辜負同事同埋佢哋嘅家人，所以佢對工作嘅標準非常嚴格，幾乎係一種變態嘅偏執。
但神奇嘅係，雖然佢經常好嚴厲，但係 NVIDIA 嘅員工並唔恨佢，反而係極度崇拜佢。NVIDIA 嘅員工其實流失率係極低，點解會咁呢？就係因為大家慢慢發現到黃仁勳係對事極度嚴厲，但係對人極度溫暖。佢絕對唔會因為執行上創意嘅失敗而去炒人。當初佢哋設計嘅一款顯示卡俾市場笑係吸塵機，黃仁勳召集咗品質團隊檢討之後，佢不但冇炒人，反而同大家一齊拍咗一條自嘲嘅短片送咗俾傳媒。所以黃仁勳就話，如果一出錯就炒人，大家以後就唔會夠膽冒險去創新。仲有一件事好窩心，就係一個叫做賈納克嘅一線經理，佢因為想創業而請辭。當時黃仁勳都好真誠咁樣同佢分享自己工作嘅犧牲，話自己其實每日都坐立不安，成日都會覺得自己愧對佢哋嘅屋企人。之後佢仲同呢個經理講，如果你日後返嚟嘅話，我一定會保留你呢一個職位。所以黃仁勳教我哋第五件事，就係追求卓越嘅道路上面，你可以對事極度偏執，甚至係不留情面，但係你對人必須要有底層嘅同理心同埋大愛。嚴厲係為咗鞭策大家進步，而溫柔先至係維繫一個團隊嘅靈魂所在。黃仁勳嘅故事唔係一個遙不可及嘅神話，佢由一個由感化學校出身、英文講得唔好嘅移民，到今時今日有3兆億市值嘅帝國。佢用一生去實踐嘅，其實係最簡單、最純粹嘅努力同埋勇氣。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你中意黃仁勳性格嘅邊一點呢？邊一件事可以啟發到你啊？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如果你今日覺得呢條片幫到你，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